各位來賓，晚上好啊！我係今晚大會嘅司儀莫志剛。外邊係咪好熱啊？今日幾多度啊？因為我一早出咗嚟，唔知有冇34度啊？唔知都有㗎啦，冇。但呢度一樣咁熱喎嚇，係熱鬧個熱，非常之熱鬧啊！咁啊，希望大家今晚喺呢個地方嚇，呢個咁堂皇華麗嘅音樂廳裏邊咧，好好享受一晚。由宏光國樂團主辦嘅關公、林沖、新霸王民樂戲曲交輝映音樂會咧，現在啦正式開始㗎啦。宏光國樂團咧係喺1962年成立嘅，我相信在座好多位咧當時都未出世啊，當然亦都好多長者都出咗晒嚇。咁屈指一算咧已經有64年啦。咁啊作為本地業餘樂團咧，宏光始終係秉持住弘揚國韻嘅宗旨，為傳承推廣中樂不遺餘力。咁啊今晚咧，宏光就會同兩位重量級嘅人馬一齊合作喎。邊兩位啊？一位就係音樂名家嚴官發老師，另一位係嚟自台灣嘅著名作曲家盧亮輝老師。或者容許我介紹少少啦嚇。嚴官發老師係音樂嘅全才，集指揮、撰詞、作曲、配器於一身，尤其擅長將一啲傳統嘅粵曲唱腔與民樂配器相結合，創作出既動聽又具有戲劇張力嘅交響粵曲作品。咁啊，今晚大家有耳福啦，可以聽到兩首嚴老師嘅經典作品，就係林沖之雲會山神廟同埋呢個新霸王別姬。咁啊，相信如果係中意聽粵曲朋友一定聽過㗎啊！好，今晚大家有機會再次一次欣賞。音樂會咧又以台灣作曲家盧亮輝先生所寫嘅民族管弦樂組曲《關公頌》選段作為重點。盧老師咧擅長編寫優美雅俗共賞嘅旋律喎，並且以多元豐富嘅音樂色彩見稱。佢嘅作品咧喺兩岸三地以至東南亞一帶咧都係廣泛流傳，得到好多樂迷嘅喜愛嘅。咁馬上送上音樂會第一個節目大家開始心急，好似我講咗好耐係嘛？都唔緊要，因為呢啲都係重要嘅信息嚟嘅。好，馬上為大家送上第一個節目，就係大合奏節慶歡舞。呢首曲咧係盧亮輝老師1998年嘅作品，全曲咧分為3段，運用豐富嘅敲擊樂以及拉弦樂，表現出民眾喺歡慶佳節嘅時候敲鑼打鼓、載歌載舞嘅歡樂場景。今晚特別榮幸邀請到嚴官發老師為音樂會擔任呢個客席嘅指揮。請大家以熱烈嘅掌聲，請出嚴官發老師節慶歡舞。